讲到家庭照顾者，有当时也是无眠无日伫咧照顾，因长期落来压力拢真大。为了要互家庭照顾者感受到别人对因的关怀，嘉义县指定妇幼关怀协会伫5日节进前邀请家庭照顾者，也有社工、志工做伙来做香芳庆祝5日节。 大拿做者病院的中医师，甲大家做香芳进前，先来小介5月节，佮有药草材料相关的台语文，希望后来参加做汉药香芳的人，会当先学到药草的相关知识。香乐啊，吼准备5种的药草，我就会逐项甲讲吼，这其中每一项药草，吼伊的性、伊的味是安怎，有啥物功用，咱爱特别注意，佮伊其中的特别的故事嘛，讲互大家知，互因会当将学到的。 应用伫咧照顾因厝里的人，照顾因家己。嘉义县市定妇幼关怀协会伫5月节进前，邀请协会长期协助的家庭照顾者甲因的家属，做伙来参加5月节课程活动。那做香芳学到健康甲照顾的知识，嘛希望会当消透家庭照顾者心中的压力。今天就是上中医课，那就是可以让我们身心灵比较疗愈，就是觉得说，像刚刚。 药师会跟我们介绍说，闻香，好，那可以刺激我们的每个味觉不一样。跟大林慈济医院这边中医部，他们的一些家医科的主任还有医师呢，我们也有一些合作的养生保健课程。那今天下午还会再教他们做一些，端午节快到了，所以做一些香包这样子。 参加的民众表示，协会固定举办活动，互因有互相交流的机会，嘛透过课程来学照顾的技巧。因为有一寡家庭照顾者是过来台湾的新住民，所以协会上课或者是开讲的时阵，嘛会尽量用台语，希望互新住民咧照顾厝内事大的时阵，会当沟通，增加因的表达能力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